我哋沉船嗰時都係咁諗，我哋船嗰度有幾個係上市公司主席，有幾個係學術嘅教授啊，但係死起上嚟就要你死嘅，估唔到咧幾百萬投入去咧，其實咧只係即係九牛一毛啊！我60歲先出嚟做生意，咁我當時都自己都質疑自己係咪？何教授，喂，好啊，我見啦，係啊，呢個就係你嘅寶貝啊！係啊，幾百萬退休金抌晒落去啦！哇，你咁捨得嘅？唉，又去慢慢講。何教授，今日真係好開心啊，可以採訪到你。咁第一個問題啦，喺普通人眼裏邊咧，其實咧赤潮咧係災害嚟噶嘛，咁微藻係公敵喎。咁但係你點睇咧？但係點解你會研究微藻超過好似話40年？咁我喺呢個紅潮嘅研究咧，輾轉咧係就差唔多有30幾年。若果呢啲微藻我哋選取優良嘅品種嘅時候，可以變成為肥料，可以咧種菜啦。咁我哋試下咧拎佢嚟咧係種瓜，啊佢有啲瓜又生得好肥美喎，啊因為佢有營養物啊嘛。咁啊擺喺污水處理廠，佢就會食咗呢啲嘅污染嘅細胞啊，啊亦都咧可以做生物柴人，可以話咧一石多鳥。環保同埋商業，你係覺得係完全可以真正雙贏嘅？舊時環保覺得商界係最大嘅阻力，商界就覺得環保咧阻住我發達。但係實際上面嚟講，即係話環保其實咧係為商界咧提供咗一個優質嘅環境同埋一個資源。而呢個商界咧，當佢咧係產業嘅時候咧，亦都需要咧利用呢個環境資源。當佢揾到錢嘅時候咧，亦都需要咧反饋翻咧落去呢個創科同埋呢個環保裏邊咧，使到我哋社會係健全嘅發展。我知道咧，你為咗咧去即係深度去研究微藻啊啲奧秘嘅時候咧，你去咗好似南北極都有30次，同埋有冇遇過啲好驚險嘅事情咧喺度？我哋第一次去南極嗰陣時，1993年12月嗰陣時候咧，一隻橡皮艇咧喺大海裏邊，突然間咧去嘅時候咧就係晴天白雲，突然間咧就風急浪高啊，令到零下1度嘅海水喺頭殼頂嚟，我爭啲係反船。我哋沉船嗰時都係咁諗，我哋船嗰度有幾個係上市公司主席，有幾個係學術嘅教授啊，個個都差唔多係博士級噶啦。但係死起上嚟就要你死嘅，而且嗰個問題都係會咁問嘅。你哋死起上嚟，人哋都會評價。可能有啲人就話：唉，呢個傻佬，抵佢死啦，戇居去呢啲地方。亦都可能有啲人話：啊，呢個人好偉大啊！啊，但係偉大得嚟好蠢嘅，咁樣犧牲佢嘅生命。最慘咧就係咧，你死咗嘅時候咧，人哋唔覺眼啊，因為多一個唔多，少一個唔少啊。咁我又覺得真係我哋人生嘅經歷裏邊一定要經過啲挫折咯，係咪？咁如果我受過苦、受過難，可能我哋韌性會更高，我彈起嗰下更高。呢個其實俾我人生一個好大嘅啟發啦，即係其實人生在世究竟係為乜嘢咧？大自然咧其實係好偉大，好容易取去我哋嘅生命嘅啫。就算我哋好有錢、好有權力啊、好有學問啊，最緊要死嘅時候係問心無愧，對得起天地，對得起咧我自己，對得起我栽培我嘅國家同埋我嘅家庭啦。其實咧，我就係希望咧，我將來做微藻嘅袁隆平。我60歲就拎定呢個決心啊！我要將呢樣嘢產業化佢。咁我牽一個頭啦，希望帶住我啲學生一齊投入呢個產業。係真真實實啊，水裏邊嘅污染問題可以解決得到。我一聽你喺南極定喺北極，你有個研究站。因為佢呢啲嘅項目咧，一定唔夠我哋啲咩AI 啊、機械人啊，容易吸引啲基金。咁我咁辛苦培養啲人才出嚟，咁咪冇用咯。亦都係會減少人哋呢個意欲繼續研究落去啦。我都有幾百萬嘅退休金啦，所以我咧就係首先咧就係北極嗰度租咗一個研究基地，支持咧極地嘅微藻嘅研究咧可以持續落去咯。哇！你呢個決定，我覺得真係好大膽喎，可以話。係啊，因為退休嘅年紀，通常我哋去邊度玩下，輕鬆下，係嘛？呢個咧其實咧我人生一個好重要嘅決定。亦都係好大負擔嘅一個決定，所以話咧，其實咧估唔到咧幾百萬投入去咧，其實咧只係即係九牛一毛啊，大海裏邊一滴水。其實咧錢咧係帶唔走嘅，啊，即係人生在世咧最緊要咧就係活得有意思啦，
同埋咧對世界係有貢獻啦。從一個教育家到一個企業家嘅轉變係好困難嘅。咁你嗰時點樣有個決心要做翻個企業？我60歲先出嚟做生意，咁我當時都自己都質疑自己係嘛，即係點解我60歲仲要做一種新嘅嘢咧？我好地地做學者做院士，咁多人尊崇我，就係我個目標好清晰咯。啲錢唔係為我嘅，我係用我自己而家嘅江湖地位，我嘅資源係募集翻嚟嘅。雖然好多冷眼與嘲笑啊，係嘛，但係咧我都係有心中嘅理想啦。我而家嘅目標好明確，就係話將我一生嘅研究所學，我要將佢落地，我要咧將佢咧係貢獻社會，亦都希望咧佢變成為一個有益有用，能夠咧持續發展嘅產業。我覺得你應該要變成個 sales 啊！我覺得對你嚟講應該係個挑戰嚟。係啊，係將我哋嘅科研嘅產品咧，將佢咧係落地化啊，或者咧變佢產業化咧，其實咧係一個艱巨嘅過程。其實咧一個商業世界嘅社會咧，同一個學術嘅社會咧，完全唔同社會嚟嘅。我哋做學術咧係攞到研究嘅項目嘅經費啊，然後咧出到論文咁啊，個個月等出糧啊嘛。但係你做產業係唔同嘅喎，係嘛？你要投資啦，然後咧講回報啦，然後講市場啦，點樣講服一個即係養魚戶佢肯俾你用你呢個污水嘅系統咧？點樣能夠咧講服政府佢喺現有已經起好晒嘅污水處理廠裏邊，再加入你呢個嘅新興嘅元素喺裏邊咧？而家我日日都係學緊新嘢啦。頭先都聽你講咗好多時，你要創業咧，要學習點樣同你嘅客戶打交道啦。有冇啲可以分享下呢？對產學研嘅初行者咧嚟講咧，我最大嘅建議咧就係要有謙卑嘅心懷。我哋咧唔好以為咧我哋做學者咧就係叻晒啦，或其實咧即係勞動人民佢嘅智慧咧，其實咧我哋係需要學習啦。如果我日日都覺得我係院士，我係教授，我嗰啲成果已經係好成功嘅，我點會諗到呢個話將紅潮嚟做產業咧？係咪啊？亦都唔會諗到話我做產業嘅時候咧，我有咁多困難咧，我都仲要堅持落去咧。創業嘅時候，你點解唔留喺香港創業？點解會將嚟佛山咧？嗰時咁嚟到佛山咧，恰巧咧就係我嘅最低潮嘅時間。我哋喺香港，我一路申請唔到經費，點解咧？因為香港基本都冇乜魚塘，同埋要我做嘅政府咧能夠咧俾30畝、50畝魚塘你，哇！香港啊發達啦，係嘛？咁大嘅魚塘，但係你上到嚟順德，上到嚟我哋佛山市咁多區嚟講咧，起碼都有1萬到2萬畝嘅魚塘俾你去做，咁呢個係咩概念啊？但係我翻到嚟佛山咁喺呢個廣省科學院佛山產業研究所咁一講，咁佢哋即刻幫我攞到一個起動嘅資金啦，亦都俾我咧一個嘅場景咧可以應用啦。咁亦都透過我哋順德職業技術大學裏邊好多嘅同事咧，佢嘅支持咧，可以咧響均安啦同埋龍崗咧嗰度咧係落地咧做試驗場啦。香港咧已經回歸到我哋從前嘅作為一個催化劑嗰個角色，就係話咧我哋產生呢個科研，產生呢個影響，產生呢個國際關係，然後咧用呢一種嘅催化嘅力量咧，係促動咧國內咧龐大嘅市場嘅發展，同埋咧幫助國內咧龐大嘅生產力咧走向海外。咁而家你將譬如你係技術喺香港研發，跟住第一個試驗場就係擺喺佛山啦。你覺得呢種合作模式如果成功開始之後，可唔可以複製喺東南亞？即係而家可唔可以將呢一種技術？因為東南亞有好多都係嗰啲農業好發達啦，咁養殖嗰啲場有好多啊。我發明有一種叫做雞尾酒配方啦，40畝嘅魚塘咧，大概咧就要處理好佢嘅污水咧，仲可以咧產出藻粉，俾你咧減少咗咧，你可以30%嘅飼料嘅使用，就可以釋放翻啲5%嘅土地出嚟。就應該咧喺半年到1年嘅時間咧，佢呢個水質咧就會完全咧係淨化，達到咧地面水環境2級嘅標準。因為馬來西亞嘅地方亦都有水產養殖業啦，
我嚟越南啊，嗰度亦都有赤潮嘅問題，我幫佢做個專家解決。如果今日我哋喺東盟嘅國家，亦都有好強嘅潛力啦。咁加上我自己都係劍橋大學裏邊，即係一個研究嘅身份啦。咁我哋可以咧串聯起國際嘅關係咧，將呢件事情咧係做到咧更有世界性。如果咧各位咧有興趣喺呢個產業裏面投資咧，歡迎你即刻同我係接觸。咁綠水青山就係金山銀山咧。我哋希望咧，我哋呢一代人咧，藉住我呢個產業，又能夠咧創富改善社會，亦都咧無愧於自然界，無愧於我哋祖先同埋後代。